Hi，大家好，歡迎嚟到全香港唯一一間最多國標嘅地方。而佢哋咧就採用咗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嘅一啲工藝，打造出每一款唔同嘅標盤。今日嘅主角咧就係華碩以中華傳統嘅手工藝傳承嘅手錶。系列當中咧就包括有 GMT 啦、大七嘅鑲金工藝、大七嘅螺鈿工藝，或者係利用咗一啲採用咗天然嘅礦石擺放喺呢個標盤裏邊一啲唔同嘅系列等等。咁首先咧，如果大家係想揾一啲有圖案嘅風格嘅，咁咧你就可以留意下呢一款啦。咁首先我哋就嚟講下呢一款大七嘅鑲金工藝。咁眼前咧，我哋見到有好幾隻咧唔同嘅圖案標盤。咁如果唔講嘅話咧，仲以為係大量生產嘅機械雕刻處理。咁其實華碩咧就係將每一個標盤咧都係用人手咁以大七打底，再喺呢一個標盤上邊咧就雕刻出呢一個鑲金嘅工藝。咁而今次華碩就將熊貓、鷹、虎、蛇、奔馬圖5種不同嘅形態動物咧，就作為大七標盤上邊嘅主角。咁喺標盤上邊咧就雕刻製成。咁而鑲金咧係一種傳統嘅工藝技法，做法咧就係用唔同嘅粗幼鐵針咧，就喺呢一個漆面上邊咧就畫上呢一個線條或者係呢一個細點。咁而到最後咧就組成咗唔同嘅花紋同埋圖案。之後再喺雕刻嘅粒位裏邊咧，就填上咗呢一個金粉或者係銀粉，而再抹去呢一個多餘嘅粉末咧，喺標盤上邊就會呈現出一個圖案啦。咁而呢一個雖然係平面，但係又會有少少嘅微立體質感。咁而呢一個就係大七加鑲金工藝最大嘅特色。咁而熊貓呢一款咧，就係裕華65週年同埋華碩連成嘅限量版，咁一共咧就只得65隻。咁接落嚟，如果大家係中意一啲關於背帽面嘅設計嘅話咧，咁而華碩嘅呢一款大七嘅螺鈿工藝款式咧，就應該可以留意下啦。咁而包括有呢一個大七嘅螺鈿中心陀飛輪，咁而限量版咧就20隻。咁而大七嘅紅面螺鈿工藝，大七嘅背帽錦鯉，咁而每一款都有各有特色。咁譬如話呢一款嘅大七螺鈿中心陀飛輪限量版20隻咧，難度咧就除咗係大七做底之外，咁而另外仲需要喺呢個標盤上邊咧，將不同大小嘅背帽用手咁排放得非常之有秩序。咁而大家試想下，一塊背帽要將佢敲碎就容易啊，咁但係要做到每一片大中細均衡咁係非常之難嘅。而重要嘅一樣嘢咧，就係用人手一小片一小片咁圍住呢一個標盤整齊咁鑲嵌喺裏邊。從標盤大七製作上，咁大七係需要時間，咁而再等待佢呢一個大七嘅風乾時間係唔可以喺猛烈嘅太陽底下咧進行嘅，咁係需要陰乾佢，然之後先正可以將呢一個植物嘅漆油咧混合得更好。之後再貼上螺鈿嘅背帽，由外圈大塊咁開始伸延到去內圈用細塊，再上漆風乾，再打磨拋光，前後咧，其實時間上邊都用咗差唔多2個月。咁可以話呢一個製作手錶盤咧，睇落係好似好簡單，但係的確係少一份毅力咧，都係完全唔得。咁而呢一款嘅錶殼咧，就採用咗5級鈦金屬，咁而錶殼嘅直徑咧就係42 mm。藍寶石嘅水晶玻璃面，咁而厚度咧就係12.5 mm，咁而機芯咧就係用咗孔雀嘅 SL5711嘅手動上鏈陀飛輪機芯，咁而錶底就做咗透底，可以睇到呢一個底板嘅螺旋紋打磨，咁而呢一款機芯咧就用咗4個發條盒，咁而將呢一個動力儲存咧就提升到去120小時。咁之後咧，仲有一啲係以天然礦石作為標盤嘅設計，咁又包括有一啲孔雀石啦、綠松石，同埋一啲以8大行星嘅概念嘅中心陀飛輪款式咧，都可以俾大家選擇下嘅。咁其實坊間咧有好多講緊礦石嘅水晶咧，佢係擁有住一啲特殊嘅功效嘅，譬如話孔雀石有淨化負能量，能夠帶嚟保護嘅作用啦，同埋佢有啲漩渦或者係直紋寬嘅紋路咧，都係全天然嘅綠色，咁而被稱之為有助於安撫情緒、紓解壓力，亦都可以促進個人嘅磁場轉變功效等等嘅。不過如果喺視覺上面望上去嘅話咧，綠色喺唔同嘅光線底下咧，亦都有啲少少嘅微細變化嘅。呢一個係天然材質所帶嚟嘅意外之美。咁而每一塊嘅紋理咧都係有所不同，再配合翻一個條紋真釘嘅點綴刻度，咁喺細節上邊咧就帶出一啲復古嘅韻味。咁而呢款手錶嘅直徑咧就係38 mm，咁而配搭翻一個牛皮嘅錶帶。咁而佢嘅簡約中咧就帶出咗一啲年代感。咁而另外一款咧就係以中國傳統文化上邊嘅呢一個錦鯉，有住吉祥如意啦、富貴有餘嘅屬意。另外喺12點位置咧都仲有一個福字。
咁喺中國文化或者係一啲中國嘅書法裏邊咧，除咗我哋華人會喜歡呢一啲設計之外啊，咁喺外國人咧一樣都係會好中意我哋呢一種類型嘅中國書法。咁到最後啦，就係西皮漆。咁而西皮漆嘅名咧，由來其實係製作過程中咧嘅圖案呈現出好似呢一個犀牛皮上邊嘅皮膚咁樣，所以咧西皮漆咧亦都被列入為呢一個大漆工藝嘅其中一種。咁而有住一個屬於佢哋獨特奇異嘅紋理。咁而華疏咧就以非遺嘅大漆製作工藝咧，利用咗西皮漆嘅工藝，將層層細緻嘅紋理打造出一系列嘅色彩鮮豔嘅大漆標盤。咁而呢一個系列當中咧，亦都有搭載住 GMT 嘅兩地時間自動上鏈嘅機芯。咁喺呢一個色彩豐富嘅大漆標盤上邊咧，再加入24小時刻度嘅兩地時間指針，咁設有呢一個時間嘅日曆顯示窗。咁再睇翻個標底咧，就有一個專屬地球嘅圖案底蓋。咁完美融合咗現代嘅製標工藝同埋傳統文化嘅藝術。咁而喺呢一個標蓋嘅底部咧，我哋都見到有一個弧形嘅金色。咁其實咧就係大漆油。咁華疏咧其實原意咧就係想俾大家咧可以貼心咁觸碰到呢一個大漆嘅物料。咁而佢嘅直徑咧就係39mm。以上所介紹嘅手錶咧，全部都係以自動上鏈機芯為主。咁而大漆嘅標盤系列裏邊，亦都有其他大三針嘅款式。咁譬如話有夜光塗層嘅甲骨紋啦，大漆中式嘅數字設計等等。咁其實以呢一種手工藝嘅手錶咧，喺市面上咧係非常之少噶啦。咁而大漆工藝咧係因為個製作過程嘅次序係非常之繁複，咁要將呢一個天然嘅植物樹脂提煉出嚟之後咧，再將每一個錶盤咧就塗上呢一個漆油，咁就交俾呢一個時間去自然風乾處理。咁同埋係需要有經驗嘅製錶工匠咧，以手工藝一隻一隻咁製作處理出嚟，咁係非常之難。所以華疏所製作嘅手錶咧，係以中國幾千年歷史傳承落嚟嘅手工藝傳承嘅製錶精神咧，係值得敬佩嘅。咁如果大家係對以上嘅手錶感興趣嘅話咧，不妨可以即時嚟到我哋嘅佐敦如畫國貨嘅中華國錶度詢問翻有關嘅詳情。咁如果大家係唔方便嚟到嘅，都唔緊要，咁可以致電翻我哋嘅門市咧，咁我哋都會有同事會回覆翻俾你噶啦。咁而電話號碼咧就係52122516嘅。好啦，今集嘅國潮換錶報道咧完畢啦，我哋下一集再見，拜拜。